各位聽眾朋友，我係阿明。今日呢個故仔係上個月喺大埔一間老茶樓聽一個退休嘅風水師傅講嘅。嗰間茶樓喺大埔墟入面開咗60幾年，門口嘅招牌都褪晒色，但入面嗰啲蝦餃燒賣仲係手做嘅。好食到嘅地板係舊式紙皮石，紅色綠色嘅碎花，行路嗰陣會發出輕微嘅聲。牆上面掛住幾幅發黃嘅黑白相，有老細嘅全家福，有茶樓開張嗰日嘅相，有幾十年前嘅大埔墟街景。伙計都係做咗幾十年嘅老伙計，個頭髮白晒，但手腳仲好快。見翻熟客會叫陳伯、李叔、鐘伯。個師傅姓鐘，叫鐘伯，今年80有8，頭髮白晒，但對眼仲好精。望人嗰陣好似可以睇穿你心入面諗咩。佢後生嗰陣成日喺新界啲山走來走去幫人睇風水，見過好多奇事。邊個山頭有龍脈，邊個水口旺丁，邊個墳地出貴人，佢話佢全部見過到麻木晒。佢話呢件事發生喺大約60年前，新界東北一條叫石塘村嘅地方。佢講嗰陣，手上抹住杯普洱茶，杯蓋打開，蒸氣飆起喺佢塊面前面繞咗一陣，然後散開。佢望住啲蒸氣，眼神好遠，遠過60年前，遠過佢自己嘅年紀，好似透過啲煙望翻嗰個秋天嘅下晝啊。佢話明呀，我呢世人行過好多山，見過好多嘢，靚嘅風水局，怪嘅風水局，害人嘅風水局。乜都見過，但最記得嘅唔係邊個山頭靚，邊個水口好，而係一隻狗同一碗粥嘅故事。嗰碗粥救咗一個人嘅命，亦都改咗一個人嘅命。嗰個人後嚟做咗官，做咗清官，幫過好多窮人。但佢到死嗰日，都仲係覺得佢人生最值錢嘅嘢，唔係官位，唔係銀元，係嗰半碗粥。佢講到呢度，飲咗一啖茶，然後繼續。嗰個後生仔叫阿明，同你同名，所以你一定要聽。佢窮到得返一碗粥，見到路邊一隻病狗奄奄一息，佢將半碗粥分俾隻狗。3日後隻狗好返，咬住佢衫袖拉佢上山，喺山洞入面掘出一箱銀元。後嚟佢用啲錢讀書，中咗舉人，後嚟仲做咗官。但最神奇嘅係，佢之後每次上山都會見到嗰隻狗企喺山頂望住佢。佢等咗隻狗60年，到死嗰日都仲喺度等。佢臨走之前嘅最後一句話，唔係交代遺產，唔係叮嚀子孫，係叫學生煲一碗粥擺喺門口。阿明聽完之後，返到屋企諗咗好耐，覺得呢個故仔唔講出嚟，對唔住自己。更加對唔住嗰個叫阿明嘅後生仔。咁我哋由頭講起。阿明全名叫陳志明，但村入面個個叫佢阿明。佢住喺石塘村，條村喺新界東北，四面環山，得一條路出入，山路窄到2個人並排都行唔到。條村唔大，幾十戶人，加埋都唔夠200人，全部姓陳。村後有條小溪水由山上流落嚟，清過精硬水。溪底嘅石頭有白色嘅石英、灰色嘅花崗岩、黑色嘅玄武岩，圓滑滑。魚仔喺石縫之間游來游去，陽光射落水底，照到魚身閃閃發光。村民喺溪邊洗衫、洗菜擔水。溪邊有幾棵老榕樹，樹齡都過100年，樹冠遮天蔽日。夏天全村人喺樹底乘涼，冬天喺樹底曬太陽。阿明阿爸早幾年病死咗，死嗰陣得40幾歲，肺病咳到出血，咳到成塊面都係血點，冇錢醫，拖咗幾個月就走咗。佢走嗰陣拉住阿明隻手，捉得好緊，仔，你要照顧阿媽，你要讀好書，唔好學我。阿明喊住點頭，得阿媽一個蚊度大阿明。阿媽幫人車衫，日頭車到夜晚，手指頭擔滿針孔，一針一針穿過布，穿過線，穿過佢嘅手指，1個月賺得嗰幾10蚊。
僅僅夠兩母子食飯，連油都唔捨得買多一滴，連鹽都要數住用。阿明讀書好叻，先生話佢呢個後生有前途，記性好，腦筋轉得快，將來一定中舉。但屋企窮，冇錢買紙買墨，佢用樹枝喺沙地上面寫字，寫完抹平再寫過，一個字可以寫幾十次，寫到沙地都凹咗，寫到樹枝都磨短咗。阿明18歲嗰年，阿媽病咗，病得好重，咳血，面青過菜，瘦到得返棚骨，鎖骨突出嚟，手腕幼過柴枝，肋骨一條條掃得清。佢由朝早咳到夜晚，由夜晚咳到朝早，咳到冇覺好瞓，咳到連水都飲唔落。阿明揾咗郎中嚟睇，郎中係格林村嘅老中醫，着住件灰色長衫，三角有補丁，手上握住個藥箱，藥箱嘅角都磨到光滑。佢幫阿媽把脈，3隻手指按喺阿媽嘅手腕上面，頭微微側向左邊，耳仔對住佢手腕聽咗好耐，然後佢搖頭，眉頭皺到可以夾死烏眉，額頭上面有3條深紋。後生仔，你阿媽呢個病肺冧，要食人參靈芝呢類貴藥材，一貼藥起碼幾十蚊，仲要連食3個月，一日都唔可以斷你屋企有木。阿明企喺郎中面前，雙手抹緊三角，抹到指節發白，白到見到入面嘅青筋。佢望住郎中，嘴開咗又合埋，合埋又開口，嚟上下屈動，想講又但講唔出。佢屋企得一間爛屋，黃泥牆，牆身有裂縫，由頂裂到底，冬天透風，夏天漏雨。一個灶台黃泥砌嘅，用咗幾十年，灶面黑到反光，黑到好似塗咗一層墨。2張床，木板用嘅床板有啲卡，有啲地方蛀咗，用手一按會凹落去。同一個空米缸，缸係陶造嘅，外面有裂紋，入面得返幾粒米，用手指都數得晒，1粒、2粒、3粒、4粒、5粒。佢搖頭，把聲好細，細到幾乎聽唔到，細到好似蚊豚冇。郎中噤一口氣，由藥箱入面執咗幾包平價藥材，甘草、陳皮、桔梗、川貝，用黃紙包好，一包一包揼起。呢啲你攞住煲俾佢飲，頂得幾耐得幾耐，但你要有心理準備。佢呢個病拖唔到幾耐，最多3個月。阿媽3個月之後走咗，佢走嗰日係秋天嘅一個黃昏，太陽由窗口射入嚟，照到佢塊面黃黃地，照到佢嘅影子喺牆上面好短。佢拉住阿明隻手，捉得好緊，緊到阿明覺得痛，痛到佢手指都紅埋。仔，你一定要讀書，讀出頭，唔好學阿爸。唔好窮一世，你要離開呢度，去省城，去考功名。阿明企喺阿媽靈前，點咗3炷香，香煙10萬上升，喺空氣入面打轉，由直變曲，由曲變散。佢深深鞠躬，腰彎到90度，停咗3秒，然後企直。佢對住阿媽嘅遺照講，把聲好細但好清楚。阿媽，你放心，我會讀書，我會考功名，我會離開呢度，我會做一個有用嘅人。但佢冇錢，書要錢，筆要錢，只要錢，去省城考試嘅路費都要錢。佢將屋企最後值錢嘅嘢，阿媽留低嘅一支銀簪，簪頭雕咗一朵梅花5瓣，每一瓣都有紋路，係阿媽嘅嫁妝。用一塊藍色嘅布包好，行去墟鎮當鋪。當鋪喺墟鎮最旺嗰條街，門口掛住個當字，字係黑色嘅，寫喺白色嘅牌上面。當鋪老闆係一個50幾歲嘅男人，戴住老花眼鏡，由眼鏡上面望住佢。後生仔當咩？阿明將布包放上櫃台，打開，老闆拎起支簪對住光睇咗一陣，又放喺手上面稱一稱。呢支簪銀嘅雕工一般最多當5蚊。阿明點頭好，佢攞住5蚊銀，銀仔嘅重量喺佢手心入面好實在。佢行出當門口，企喺街邊望住手上嗰5蚊，望咗好耐。街上嘅人行過，有人望佢一眼，有人冇望。
佢將銀仔放入衫袋，然後行去書局。佢買咗幾本書，四書五經最平嗰種版本，紙質好差，黃黃地，有啲頁邊緣都爛咗，一沓紙。最平嗰種草紙，粗糙，寫字會花墨。一支筆，最平嗰種毛筆，筆從有啲彎，筆毛有啲散，同埋一袋米，最平嗰種粗米，有骨殼嗰種要自己舂，加加埋埋5蚊啱啱好使晒，一個仙都冇剩。佢將所有嘢放入布袋行返屋企。佢決定考埋今年最後一次，如果唔中就去打工。佢將所有嘢收埋喺一個布袋入面。布袋係阿媽用舊衫改嘅，藍色嘅布，有補丁，但洗得好乾淨，每一針都係阿媽縫嘅。入面有幾本書，一沓紙，一支筆，一袋糙米，一個煲，一個碗。佢由屋企行出村口，行咗一日一夜，行到第二日下晝，去到一個叫三叉口嘅地方。三叉口顧名思義，三條路交匯，一條去省城，一條去海邊，一條上山，係方圓10里之內唯一嘅路口，來往嘅人必經之地。路邊有棵大榕樹，樹齡過100年，樹幹粗到要6、7個大人先圍得埋。樹皮周晒一棱油突起嘅根節，好似老人家手背嘅青筋。樹冠遮天蔽日，蔭住成個籃球場咁大嘅空地。樹枝上面有好多雀仔，吱吱喳喳飛來飛去。阿明行到榕樹底，雙腳已經俾晒，行到起泡，膊頭俾個布袋勒到有2條紅痕，紅過佢塊面。佢將布袋放低，坐喺樹底一塊較平嘅石頭上面休息。佢由布袋入面拎出一個碗，碗係粗瓷做嘅，碗口崩咗一忽，崩口有啲黑，係用咗好多年嘅痕跡，邊緣有茶漬同竹墊，一層層由淺到深，同一個小鐵煲，煲底有啲黑，係用柴火燒過嘅痕跡，一層層嘅黑，有啲地方溶咗少少。佢喺路邊執咗幾塊石頭，大小差唔多，排成一個三角形，架起煲。煲入面有半碗糙米，1度水，水係由路邊溪撿裝嘅，清澈見底，水面有陽光嘅反光。佢生火用火石打咗幾下，火石碰撞，火花淋到乾草上面，草着咗，有煙有火苗。佢將細柴枝逐條加上去，火越燒越旺，柴枝啪啪聲。佢開始煲粥，粥好稀，水多過米，米粒喺滾水入面翻滾，由硬變軟，由白變透明，米粒嘅形狀由完整變模糊，但粥嘅香氣飆出嚟，喺秋天嘅涼風入面特別誘人，一陣一陣飆到成個榕樹底都係。佢由朝早行到下晝，行咗成日，只係食咗半塊餅乾。嗰塊餅乾係佢出發之前用糙米磨粉自己整嘅，好硬好乾，一細啖一細啖咬，咬咗成日，咬到牙都謝，已經餓到肚打鼓，餓到前胸貼後背，嗰度胃有啲痛。佢望住煲入面啲粥，粥水由清變毒，米粒由粒狀變糊狀，香氣愈來愈濃，濃到佢吞咗2下口水後嚟咕咕聲。佢等粥再滾多一陣，等多一陣先食。就喺呢個時候，佢聽到路邊有聲，好細嘅聲，啱啱好似狗仔喊，又好似風聲，又好似樹椅摩擦嘅聲。佢轉頭望過去，榕樹底嘅草樹入面有一隻狗，隻狗好細，應該係幾個月大嘅狗仔，身長大概1厘幾高度，到阿明膝頭咁上下。佢瘦到見骨，肋骨一條條突出嚟，數都數得清。左邊5條，右邊5條，加埋10條，每一條都好清楚，好似刻喺皮膚上面，毛色灰黑，一貪婪。有啲地方甩咗毛，見到入面嘅皮膚，皮膚有紅點，有啲結咗痂，有啲仲流緊血水，血水炸出嚟，將旁邊嘅毛黐埋一齊。佢趴喺地下，頭放喺前爪上面，對眼半開半合，眼皮沉重，眼白有紅筋，一條條紅色嘅絲。佢嘅呼吸好弱好慢，胸脯起伏得好慢，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每一下都要用好大力氣。
好似隨時會停喉嚟發出微弱嘅冧下聲，一下一下，細到幾乎聽唔到，要留心先聽到佢病咗，而且病得好重，重到就嚟死。佢周身都係泥灰色嘅泥，黐住啲毛一棱泥，好似一副灰色嘅盔甲，有啲地方有血跡乾咗嘅血黑同色，一氹床形狀唔規則，應該係俾其他野狗咬過，又或者係俾人打過，又或者係自己跌親。佢見到阿明望住佢，想企起身，前爪撐地，撐到直晒，後腿用力，身體向上抬，但雙腳發軟，撐到一半就趴翻落去，頭撞到地下，發出輕微嘅嘭一聲，幾塊泥土飛起。阿明望住隻狗，望住佢對眼，隻狗對眼好大，黑過墨，眼珠入面有光，但好暗，暗到就快熄，入面有乞求，有恐憐，有你幫吓我嘅盼望，有我怕你打我嘅退縮，有我已經冇力氣再驚嘅絕望。佢嘅尾夾喺兩腿中間，夾得好實，係驚嘅表現，係絕望嘅表現，係已經放棄咗嘅表現。佢可能已經俾人趕過好多次，已經俾人踢過好多次，已經唔敢再奢望有人會幫佢。佢嘅鼻尖好乾，啱到裂開，有血絲。阿明心入面有兩個聲，爭持得好激烈。一個聲話：你得一碗粥，俾咗佢你自己食咩？你仲要行2日先去到省城，你餓死點算？你餓死咗點考試？你考唔到試點對得住阿媽？你已經窮到得返一碗粥，你唔可以再付出任何嘢，你嘅粥就係你嘅命。另一個聲話：佢就快死啦，你堅持不夠，你讀咁多書做咩？書上面教你垂涎之心，人皆有之。你嘅垂涎之心去咗邊？一雲做班雲俾佢，班雲自己食，你唔會屙屎，但佢會你揀阿明望住煲入面嘅粥，粥已經滾後未裂開花，粥水濃稠，表面有一層薄薄嘅米油，金色嘅喺陽光底下閃香氣，飆到成個榕樹底都係濃到佢個鼻。佢再望住隻狗，隻狗嘅頭由前爪上面抬起少少，呢個動作已經用盡佢全身嘅力氣。佢嘅頸有啲震，佢嘅鼻翼動咗幾下，聞到粥嘅香味，對眼有少少光，但隨即又暗翻，好似覺得自己唔配食，又好似覺得自己會俾人趕走。阿明將粥由煲入面舀出嚟，舀咗一碗，滿滿一碗。佢將碗擺喺地下，碗底碰地，發出輕微嘅一聲。佢向後退2步，退到距離隻狗大概幾耐遠，蹲低等佢隻狗望住碗粥，鼻翼再動，聞到味，聞到粥嘅暖氣。佢掙扎住由地下爬起身，前爪先撐直，然後後腿用力，身體搖搖欲墜，好似風中嘅燭火，好似就快斷嘅線，一步一步行向隻碗，行得好慢，每一步都好辛苦，每一步都好痛，每一步都好似用盡全身嘅力氣。佢由草主行到碗前面，短短幾囉嘅路行咗成分鐘。佢行到碗前面，低頭開始食，佢食得好快，舌頭鑽起粥水，一啖一啖吞口，嚟上下屈動粥水，由佢嘅嘴流到喉嚟，由喉嚟流到胃，但食咗一半佢就停咗，好似食唔落，胃已經頂唔順，又或者係太耐冇食過嘢，身體適應唔到。佢抬頭望住阿明，條尾由夾住變咗，微微向上搖咗一下，好慢好弱，但係搖阿明行埋去，蹲得一身，將隻狗抱起身。隻狗好輕，輕過一袋米，輕過佢布袋入面嗰幾本書，輕到阿明一隻手就托得起，好似托住一團棉花。佢嘅身體喺阿明手上震緊，因為凍，因為病，因為驚，因為因為太多嘢。阿明將佢放喺自己膝頭上面，用手將碗入面剩低嘅粥一啖一啖餵，俾佢餵得好慢，等佢逐啖吞，等佢消化，等佢嘅胃適應。佢用手指抹走佢嘴邊嘅粥劑，輕輕摸佢個頭，由頭頂摸到耳背，由耳背摸到頸。
佢嘅毛好粗粗過沙，有啲地方有結。一嚟餵完之後，佢用布幫佢抹嘴抹身，抹走啲泥同血，由頭抹到尾，由背脊抹到肚皮，由左邊抹到右邊。佢抹到佢受傷嘅位置嗰陣，隻狗縮一縮，攬拿叫咗一聲，但冇咬佢，由得佢抹，只係將頭轉向另一邊。抹完之後，隻狗伏喺阿明膝頭上面，對眼望住佢，眼神入面嘅恐少咗好多，由驚變做安心，由安心變做信任，由信任變做依靠。佢嘅尾由夾住變成放鬆，垂喺兩腿之間，微微搖動，由左搖到右，由右搖到左。佢嘅呼吸由急速變翻平穩，胸脯起伏由快變慢，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穩定咗好多，順暢咗好多。佢嘅身體開始由凍變暖，由硬變軟，由僵硬變放鬆。佢合埋眼，鼻尖有少少濕毛，有啲暖。阿明將自己最後半塊餅乾食咗，啱餅乾好硬，硬過石頭。佢要浸水先咬得忽，浸咗好耐先軟。然後佢用煲煲咗一斗水飲完，收拾好所有嘢，準備繼續上路。佢將隻狗放返喺榕樹底，用自己件外衫鋪好，等佢瞓得舒服啲。佢將剩低嘅粥水擺喺狗面前，等佢半夜過嘅時候可以食。佢企起身行咗幾步，回頭望隻狗，抬起頭望住佢，嗱嗱叫咗兩聲，聲好細，但好清楚，入面有唔捨得，有你走啦嘅明白。阿明擺擺手，你好好休息，我走啦。你食完粥就會好返㗎，然後繼續行。佢冇諗過會再見到隻狗，佢只係覺得佢做咗應該做嘅事。一碗粥，半碗俾狗，半碗自己食，大家都有得食，公平。三日之後，阿明考完試，由省城返鄉。佢由省城行返三叉口，行咗一日一夜，又係第二日，下晝到達嗰棵大榕樹。佢雙腳比晒，行到起咗好多水泡，膊頭痛到好似甩咗肩胛骨入面，有啲嘢拉住佢行到榕樹底，將布袋放低，準備坐低休息。佢坐喺嗰泥石頭上面，同3日前同一遊，石頭連座嘅位置都一樣，望住地下嗰個碗仲喺度，入面乾晒，一粒米都冇，碗底有啲乾咗嘅竹箭，白色嘅，一層層。突然草樹入面有聲，沙沙沙，攬嗱。佢轉頭一望，係嗰隻狗。3日唔見，隻狗變咗另一個樣，變到阿明差啲認唔出。佢啲毛色由灰黑變翻光澤，黑色嘅毛黑過墨，黑到反光；啡色嘅毛啡過茶，有深啡有淺啡，一層層。白色嘅毛白過雪，白到刺牙，3種顏色分明。一覽好清楚，好似一幅畫，由畫師用心畫出嚟。佢嘅毛順晒貼晒身，滑過絲也，滑過溪水，每一條毛都向同一個方向有光澤。佢對眼好精，好有神，黑過墨嘅眼珠入面有光，明亮過星星，明亮過火光，完全冇晒之前嘅病態恐來絕望。佢企喺草樹入面，4隻腳企得好穩，好似4條柱，背脊挺直，尾翹起，翹到好高，搖得好快。見到阿明，即刻由草樹飛埋出嚟，跑得咁快，快到有風，跑到阿明腳邊，圍住佢轉圈，又跳又罵前爪，搭住阿明膝頭麻麻叫，叫得好開心，好似一個細路見到失散嘅阿爸。阿明蹲低身摸佢，由頭摸到背脊，由背脊摸到尾，由尾摸翻頭。佢摸到隻狗嘅毛好滑，滑過佢摸過嘅任何嘢，滑過絲嘢，滑過水，滑過冰。佢感覺到隻狗嘅身體好暖，暖過火堆，暖過佢自己對手，暖過佢心入面任何一樣嘢。佢仲聞到一陣淡淡嘅香味由狗身上傳出嚟，似檀香，又似山上面嗰種松樹嘅味，又似廟入面燒香嗰種味，但淡好多，要留心先聞到。佢忍唔住問話：你好返晒啦？你點解好得咁快？邊個醫你㗎？你食咗咩藥？你3日之前仲病到就死，點
點解而家精神成咁？隻狗冇答，當然冇答，但佢咬住阿明嘅衫袖，向後拉，佢咬得好輕，好溫柔，牙齒掂到布，但冇咬入去力度，啱啱好拉得阿明向前傾。阿明笑住話：你做咩啊？你又想拉我去邊？你上次拉我去邊？你仲想帶我去邊？隻狗繼續拉，拉得好用力，但好有節奏，嗱嗱聲，尾搖到成個身體都跟住擺，由左擺到右，由右擺到左。阿明企起身，好啦好啦，我跟你去佢。跟住隻狗行，前面行幾步就回頭望，確呵呵阿明，跟住確呵呵佢冇行錯方向，確呵呵佢冇行得太慢，佢行得好有信心，每一條路都好熟，每一步都好準。佢哋由榕樹底行上山，行上一條窄窄嘅山路，山路兩邊係樹林，樹好密，松樹、樟樹、榕樹、相思樹，乜都有，樹冠遮住大半個天，得返一束束光由樹葉之間射落嚟，照到地面有光斑，金色嘅、黃色嘅、圓形嘅，好似碎金，好似一地金幣。地下有落葉，厚厚嘅一層，啡色嘅、黃色嘅、紅色嘅，踩落去軟慢，沙沙聲，有陣枯嚼嘅味。空氣入面有松樹嘅味、泥土嘅味、粒圓嘅青苔味、野花嘅味。阿明冇行過呢條路，呢條路好隱蔽，入口俾幾棵大樹嘅氣根遮住，一條條氣根由樹枝垂落嚟，有手臂咁粗，好似簾幕。若非有人帶路，根本唔會發現，行過100次都唔會見到。但隻狗好熟路，熟到好似行過1000次，左轉右轉，穿過樹水，跨過溪澗，跳過石頭，行咗大概半個時辰。阿明跟到有啲氣喘，額頭有汗，汗由額角流落面蓋。喂，仲要行幾耐啊？我對腳就嚟斷啦。我尋日行咗成日，今日又行咗成日。隻狗回頭望佢一眼，搖一下尾，然後繼續行。終於佢哋去到一個山洞，山洞入口好隱蔽，俾幾棵大樹嘅樹根遮住，樹根有手臂咁粗，一條條由山壁伸出嚟，交錯縱橫，好似一幅根嘅牆。若非有狗帶路，就算經過100次都唔會發現，就算用刀劈開樹根都未必見到。隻狗企喺洞口，回頭望住阿明，搖尾巴尾，由左搖到右，由右搖到左，節奏好快，快過鐘擺。阿明行埋去，撥開樹根，樹根有啲濕，有青苔滑潺潺，有啲地方有刺。行入山洞，山洞入面好黑，但唔深，大概10幾步就行到盡頭。洞壁係石頭，灰色嘅花崗岩，有啲濕，有啲地方有青苔，一淡顏綠色，由牆腳蔓延到牆頂。洞頂有幾條鐘乳石，手指咁粗，尖端有水珠，水珠聚到夠大就會滴落嚟，滴落地下，叮叮叮，節奏好慢好規律，一下一下好似時鐘。地下有沙，又細嘅沙，金色嘅，喺從洞口射入嘅光線入面閃閃發光。盡頭嘅地下有一個凸起嘅位置，比周圍嘅地面高出1厘左右，好似一塊石板。石板表面平滑，邊緣整齊，似人工打磨過，唔似天然形成。隻狗行到石板前面，用前爪爬咗幾下，爪同石面摩擦，發出呱呱聲。石面有幾條白色嘅爪痕。阿明行埋去，蹲低，用手摸石板。石板係花崗岩，表面平滑，但邊緣有罅隙，手指可以攝入去，攝到第一節手指。佢用盡力氣，雙手扣住石板邊緣，10隻手指面實，向上牽。石板好重，重過佢估計。佢面都紅埋，紅到頸都紅埋，頸嘅青筋凸起，額頭嘅汗由一滴變幾滴，終於將石板掀開。石板下面有一個凹位，大概2厘深，四四方方，邊緣整齊，似人工畫嘅，畫得整整齊齊，角落都係直角。凹位入面擺住一個木箱，木箱好舊，木板嘅邊角有啲球，黑黑地一叢林，有啲地方有白色嘅球點，但木板仲好實淨，冇爛冇蛀。鎖扣係鐵做嘅，
有啲銅紅色嘅銅，一層層，但仲完好冇爛，冇鬆雙面有灰塵厚厚嘅一層，灰白色有啲地方有蜘蛛網，蜘蛛網上面有灰塵變成灰色。阿明用手一掃，灰塵飛起，喺從洞口射入嘅光線入面飆舞，一粒粒好似星塵。阿明將木箱由凹位入面搬出嚟，放到地下。木箱好重，重過1袋米，重過佢布袋入面所有嘢加埋，重到佢要彎腰用盡全身力氣先搬得屈。佢將木箱放平，打開鎖扣，鎖扣嘅鐵圖有啲掹手，啱到佢手指少少。佢用衫袖包住手指先能得開，掀開箱蓋。箱蓋打開嗰陣，有陣鉛味白出嚟，鉛味混埋一陣木頭嘅味，混埋一陣金屬嘅味，混埋一陣時間嘅味。入面係一箱銀元，白花花嘅銀元，一沓沓，整整齊齊，每一粒都係真銀，上面畫住字同花紋，有啲係龍紋，龍有5爪，有啲係字，字係光草元寶。銀元互相碰撞，發出清脆嘅聲，叮叮巴蚊，好悅耳。阿明數唔晒，但佢估計起碼有幾百粒。有啲人話可能有500粒，加埋應該夠佢讀10年書，買10年紙，請10年先生食10年飯。佢望住雙銀元，成個人呆咗，呼吸都停咗幾秒。佢嘅瞳孔放大，放大到見到入面嘅銀元倒影，嘴唇微微張開，手停喺半空，手指微微震，震到銀元上面嘅灰塵都跌落地。佢抬頭望住隻狗，隻狗坐喺佢面前，距離佢大概2元，對眼望住佢條尾搖得好慢，一下一下2下之間有停頓，好似等佢反應，好似等佢開聲，好似等佢明白。阿明將箱蓋散翻，銀元碰撞聲停止。佢坐喺地下，雙手抱住個頭，手指插入頭髮入面。佢心跳得好快，砰砰砰砰砰，跳到佢覺得個心就嚟由喉嚟跳出嚟，跳到佢條頸嘅血管都凸起。佢深呼吸，深呼吸，再深呼吸，吸咗幾下，先平復到，吸到肺都脹晒。佢諗呢箱銀元夠佢買書買筆買紙交學費生活幾年。佢仲可以請先生，可以專心讀書，唔使再擔心食飯，唔使再擔心下個月有冇米落煲，唔使再擔心冬天有冇棉被。佢望住隻狗，問你點知呢度有呢箱嘢？你係邊個？你點會帶我嚟呢度？你係咪神仙？你係咪山神？你係咪特登喺路邊等我？隻狗冇答，佢只係由坐變趴。行埋阿明身邊，伏喺佢腳邊，將頭放喺佢腳上面，合埋眼。佢嘅鼻尖有啲涼，但涼得好舒服，毛好軟，軟過棉花，暖過阿明對手。佢嘅呼吸好平穩，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好有節奏，好似話俾阿明知，冇事，你攞啦，呢啲係你嘅，你應得㗎。阿明摸住佢個頭，摸咗好耐，由頭頂摸到耳背。由耳背摸到頸，由頸摸到背脊嚟回，摸到佢對手都暖晒。佢由山洞行出嚟，企喺洞口，望住外面嘅天，太陽由樹葉之間射落嚟，一束束金色嘅光由樹頂照到地面，照到佢塊面暖嘅，暖到佢眼皮都有啲熱。佢回頭望住山洞入面嗰箱銀元，銀元喺暗處有啲反光。再望住腳邊嘅狗，隻狗跟咗出嚟，企喺佢腳邊，抬起頭望住佢，對眼好亮。佢終於明咗一件事：3日之前佢分半碗粥俾隻病狗，係佢人生做過最啱嘅一件事。佢嗰陣冇諗過回報，冇諗過會得到咩，只係覺得佢唔可以見死不救。但正因為冇諗過，個天先俾佢最多。佢企喺洞口望住山頂。山頂有雲飄過，白色嘅雲一片片。四阿明用嗰箱銀元做咗幾件事。佢先將阿媽嘅銀簪由當鋪送翻嚟，當鋪老闆認得佢，由眼鏡上面望住佢。後生仔，你發達啦！阿明笑住答。遇到貴人，佢將銀簪放喺阿媽靈位前面，
銀簪喺油燈光下面閃閃發光，梅花嘅紋路好清楚。佢點咗3炷香，香煙神那慢上升。佢鞠躬，阿媽，你支簪返嚟啦，你安心啦。然後佢買咗好多書，正版嘅，紙質好嘅，字體清晰嘅，好多紙雪白嘅、滑嘅，寫字唔化墨嘅，好多筆，好嘅毛筆，筆唔直嘅，筆無齊嘅。佢請咗一個退休嘅老先生教佢。老先生係以前喺省城教書嘅，學問好，見過世面。見到阿明之後好開心，摸住自己嘅百歲。後生仔，你資質好，記性好，肯用功，跟我學，包你中舉。阿明每日天未光就起身讀書，讀到夜晚先瞓。油燈嘅火由光變暗，由暗變冇，佢再添油繼續讀，讀到眼紅，讀到頸痛，讀到手指同僵都繼續寫。佢仲喺村口起咗間新屋，新屋唔大，2房1廳，清灑雅頂，門口有2級石階，比佢以前間爛屋好10倍。村民見到佢起新屋，個個驚人，圍住佢問：阿明，你邊度嚟咁多錢？你係咪中咗獎？你係咪遇到貴人？阿明笑住答：遇到貴人。再問邊個貴人？阿明望住村口嗰座山，望住山頂，望咗一陣，一個朋友。佢冇再多講，村民見佢唔想講，都冇再問。佢每日讀書之前會煲一煲粥，粥同3叉口嗰日一樣，粗米，水多過米，但佢煲得好用心，睇住火，睇住時間，等到米粒開花先熄火。一煲煲2碗，一碗自己食，一碗擺喺門口。佢唔知隻狗幾時會嚟，會唔會嚟，但佢每日都擺，風雨不改。落雨就用塊木板遮住，出太陽就擺喺陰涼嘅地方。有時狗會嚟，有時唔會嚟嗰陣，佢會坐喺門口睇住隻狗食粥。隻狗食完之後會望住佢，搖一陣尾尾，由左搖到右，搖幾下，然後行上山，消失喺樹林入面，消失喺綠色嘅樹葉之間。佢之後每次去省城考試，都會經過3叉口，都會喺榕樹底坐一陣，望黑草樹。佢會帶一個碗，裝一碗粥，擺喺榕樹底，然後坐喺嗰粒石頭上面等。有時佢坐完走嗰陣，碗已經空咗，乾乾淨淨，一粒米都冇。有時碗仲喺度，粥已經凍晒，表面結咗一層膜，但佢每次都擺，每次都不會失望，每次都會笑住講：你嚟唔嚟都冇所謂，我知道你喺度。第2年春天，阿明去考鄉試放榜嗰日，佢企喺人堆入面，由頭揾到尾，再由尾揾到頭，揾到自己個名，第3名舉人。佢企喺榜前面，企咗好耐，企到人堆散晒，企到太陽由頭頂移到西邊，企到佢雙腳忌晒，企到佢塊面俾太陽曬到紅晒，佢冇喊，只係企喺度望住自己個名，望住嗰3個字陳志明。然後佢轉身行出人群，行去3叉口。佢坐喺榕樹底，由布袋入面拎出一個碗，就係佢當年用嚟裝粥嗰個碗，碗口崩咗一忽，邊緣有茶漬有粥漬，但佢洗得好乾淨。佢將碗放喺地下，裝咗一碗粥擺喺榕樹底，望住草煮，等咗好耐。草樹入面冇聲，冇風冇影，只有榕樹葉喺風入面沙沙響，沙沙沙，好似有人喺度講嘢。阿明笑住搖頭：你唔出嚟都冇所謂，我中咗舉人啦，第3名，多謝你。如果唔係你，我冇今日，可能我已經餓死喺半路，可能我已經放棄讀書，可能我已經做咗苦力。佢將碗收翻入布袋，起身準備翻村。就喺佢轉身嗰陣，佢聽到山上面有聲，好遠嘅山頂傳來一聲狗吠，好長好清楚，穿過樹林，穿過山谷，穿過風，落到佢耳入面。阿明抬起頭望住山頂，山頂上面有一個影黑色嘅細細粒，大概一個拳頭咁大，企喺最高嗰泥石頭上面，望住佢。距離太遠，阿明睇唔清楚佢嘅樣，但佢知道係邊個。嗰個身形
嗰種企嘅姿勢，嗰條翹起嘅尾，佢認得。佢舉起手向山頂揮咗幾下，用力揮大動作咁，揮到手都謝山頂。嗰個影好似都搖咗一下尾，由左搖到右，然後轉身消失喺石頭後面，消失喺藍天同綠樹之間。阿明企喺榕樹底望住山頂，望咗好耐，然後佢笑住行返村，行得好快，好有精神。後來嘅事，鍾伯話俾阿明知，阿明後嚟中咗進士，做咗官。佢做官嗰陣清正廉明，唔收賄，唔徇私，幫過好多窮人，幫佢哋打官司，幫佢哋爭取田地，幫佢哋嘅細路讀書。佢每個月都會由官俸入面抽出一部分寄返鄉下，幫村入面嘅窮細路交學費、買書、買筆。佢話我自己窮過，我知道窮嘅滋味。如果有人肯幫我，我好過好多，所以我要幫返人。佢每次講呢句話嗰陣，都會望住窗口，望住外面嘅山。佢每年都會返石塘村一次，每次都一定會行上三叉口嗰座山，去到嗰個山洞前面坐一陣。佢會帶一碗粥擺喺洞口放一陣，然後收返。佢會坐喺山洞前面望住山頂望一陣，然後行落山。有時佢會聽到山頂有狗吠，有時冇，有嗰陣佢會笑，冇嗰陣佢都會笑。有人問佢：你年年上山做咩？你係咪揾緊啲咩？佢笑住答：探個朋友。人哋再問：你朋友住喺山上面？佢點頭。佢住喺山上面，佢有時會嚟探我，有時唔會。但我知道佢喺度，佢一直喺度。佢退休之後喺山洞隔籬起咗間小石屋，石頭砌嘅，好細，得一房一廳，廳入面有張台、一張旗、一個灶台。佢住喺嗰度，日日煲粥，一煲煲2碗，一碗自己食，一碗擺喺門口村入面。啲人話佢怪，話佢有福唔享，有省城嘅大屋唔住，走返上山住石屋。但佢唔理，佢話我等緊佢，佢會返嚟㗎。我等咗佢幾十年，唔爭再等多幾年。有一日，阿明老到行唔屈，瞓喺床上面，塊面好多皺紋，頭髮白晒，手有啲震。佢嘅學生企喺床邊，學生已經係中年，住官服，專登由省城趕返嚟，企喺床邊，手入面捏住一封信。學生問佢：老師，你有冇遺願？你有冇嘢想交代？有冇邊個你想見？阿明望住窗口，窗口對住山頂，佢塊面好平靜，平靜到有啲似60年前佢坐喺榕樹底嗰陣，平靜到有啲似佢打開木箱嗰刻。佢笑住講：冇我嘅願望，60年前已經實現咗。我淨係想你幫我煲一碗粥，擺喺門口，用我平時嗰個碗，崩咗一忽。嗰個學生喊住點頭。老師，我幫你煲。學生行去灶台煲粥，用粗米，水多過米，睇住火，等到米粒開花粥嘅香氣飆出嚟，飆滿成間石屋。佢將粥裝入碗，崩咗一忽。嗰個碗擺喺門口，粥嘅香氣由門口飆出，飆到山頂，由山頂飆到山谷，由山谷飆到樹林。阿明瞓喺床上，聽住風聲，聽住樹葉聲，聽住山上面嘅一切聲。佢合埋眼，嘴角有笑容。佢合埋眼嗰陣，窗外傳來一聲狗吠，好遠好長，似由山頂傳落嚟，穿過樹林，穿過山谷，穿過風，落到佢耳入面。佢嘴角向上笑咗一下，然後手鬆開垂落床邊，手指伸直，佢走咗。陸宗伯講到呢度停咗一停，拎起杯普洱茶飲咗一啖茶，已經凍咗，凍過佢對手。但佢照飲，佢望住杯入面嘅茶做渣，茶做渣沉喺杯底，一層層。佢望咗一陣，然後繼續講：阿明走咗之後，佢學生將佢葬喺山洞隔籬墳墓，好簡單，一塊石碑，上面刻住陳志明之墓5個字，下面有一行細字：一生信善。下葬嗰日，佢學生擺咗一碗粥喺墳前，用嗰個崩咗一忽嘅碗，
第二日天光，碗入面嘅粥冇晒，碗底有啲濕，有啲爪痕似狗，又似其他嘢，但冇人敢肯定。有村民話見到一隻狗由墳前行過，行得好慢，行到山頂先消失，但係咪嗰隻冇人知。鐘伯將杯放低，阿明呢個人用一碗粥換咗一箱銀元，但佢從來冇覺得佢賺咗，佢覺得佢只係做咗應該做嘅事。正因為佢咁諗，個天先俾佢更多。佢得到嘅唔止係銀元，仲係一個信念，一個朋友，一個等咗60年嘅約定。7好啦，古仔講完，你可能會問阿明，呢個古仔係真定假？邊有咁啱得咁巧，一碗粥換一箱銀元？我嘅答案係，鐘伯講嗰陣，佢對眼係濕嘅。佢話佢後生嗰陣親眼見過阿明，親眼見過佢每個月上山煲粥，親眼見過佢坐喺山洞前面望住山頂，親眼見過佢碗入面嘅粥俾人食晒。佢話阿明呢個人唔係因為一箱銀元先信善，佢係因為一碗粥先信善。佢分半碗粥嗰陣冇諗過要回報，但正因為冇諗過，個天先俾佢最多佢得到嘅嘢。銀元只係最細嗰樣，我信佢，因為我知呢個世界最硬嘅嘢唔係銀元，係一顆善心。善心好似種子，你唔知佢幾時發芽，但你一落土就一定會生。阿明當年將半碗粥分俾隻病狗嗰陣，佢嘅善心已經落咗土，佢唔知會生咩出嚟，但佢信會生。結果生咗一箱銀元，生咗一個舉人，生咗一個清官，生咗一個信善，信咗一世嘅人，生咗一個60年嘅約定。至於嗰隻狗呢，佢可能真係山神座下靈獸，但更重要嘅係，佢俾阿明嘅唔止係一箱銀元，仲係一個信念，一個你唔使驚，你行嘅路係啱嘅信念。阿明用咗60年去守住呢個信念，到死嗰日都冇放低佢最後嘅遺願，唔係遺產，唔係名聲，係一碗粥。因為佢知道有啲嘢比銀元更值錢。阿明講完，多謝你哋收聽，覺得好聽嘅點個關注再走。阿明仲有好多古仔，慢慢講俾你哋聽。我哋下回再見。